宣调，恁着学了摇花，摇花的萝卜啊，恁着学了，学了摇花的名，愿摇花的名受学了，对即时到永远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摇花的名是应该学了的。而且请大家备办好咱心，咱要做伙三甲来祈祷。Kadosh, Kadosh, Kadosh, Adonai, Tzabaoth. Kado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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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onai, Tzabaoth. Kadosh, Kadosh, Adonai, Tzabaoth. Kado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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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onai, Tzabaoth. Kadosh, Kadosh, Adonai, Tzabaoth. Kado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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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onai, Tzabaoth. Kadosh, 亲爱的阿爸上帝 ，Kadosh， 我满心的感谢你，阿我得到帮赞，是我靠摇花的名，今仔求救主摇花的人，了我就要请问因，就是请问遐个用诚实来求救你的人，哦主啊，你要永远讲。既然两三人奉你的名出入祈祷，你就伫阮的中间。我相信你现在就伫阮的中间咯。所以恳求你来保守阮身躯的健康、心智的健全、内心的清气、精神会通爽快，按照你的好意来行起一切合法的这个事工。当阮有困难的时阵，恳求你来引带、来帮助阮。当阮遇到痛苦的时阵，求你来安慰着阮。但愿你的恩典也会通补足阮一切不足。但今日阮搁一摆借着网络的礼拜，以及实体的聚会，要来尊重主的圣尊，我来要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。愿颂赞、荣耀拢归你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神。
三位一体的真心，到永永远远。目前美国的病毒的疫情已经稳定真多了，就是还有一寡病毒，亲像一个猴痘，还佫到处咧流传，交了互百姓无得到安宁。恳求上帝来保护阮的健康，也互这个疫苗解药会当早一日研发出来。但今日阮佫一摆透过网络的礼拜来敬拜俄罗斯，佮去助你的人民，互今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甲实体聚会的乡亲兄姐，所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。我每一个兄姐拢通称做上帝赐福的管道，会在恳求主先来先去罗卜的嘴。圣是来感谢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，甲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5节到第8节。第5节，亚伯兰带伊的某撒来，甲伊的侄仔罗特，以及因伫哈兰所积蓄的财物，所得到的人囝，因就出去，要去迦南地。因就到迦南地。亚伯兰经过迄个地，到伫示剑的所在，到摩利的上丘。迄时，迦南族犹得大。耶和华对亚伯兰出现讲：我要将即个地方赏赐你的后裔。伊就伫遐，为着对伊出现的耶和华起一座坛。对遐，伊刷到伯特利东西的山，大部面西西是伯特利，东西是爱。伫遐为着耶和华起一座坛，求叫耶和华的名。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罗马书12章第1节。兄弟姊妹，所以我靠上帝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我的神圣的上帝所欢喜的祭。这是恁诚心诚意的服侍，这是上帝的话。紧来读，甲听遐个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明。有咯，有角声分享啊！我就是讲，来吧，咱就向前包围城墙，因为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的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，有角声已经分享啊！伫锡安城，做咧调集伊的百姓，有角声已经分享啊！伫锡安城。号声已经响起啊！咱就进前。来吧，咱就向前，包围城墙。主
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，把咱着向前，后伊声唱。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，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好角色分享知识安详。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，互角色分享知识安详，好社乡区，好社分享知识安详。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，互角色分享知识安详，好社乡区。把咱着向前，后伊声唱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把咱着向前，后伊声唱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发出命令，要调集伊的军队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，好角色分享知识安详。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，好角色分享知识安详。好社乡区，好角色分享知识安详。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，好角色分享知识安详。好社乡区，好角色分享知识安详。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，好角色分享知识安详。好社乡区。咱着向前，后伊声唱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把咱着向前，后伊声唱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，好角色分享知识安详。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，好角色分享知识安详。好社乡区，好社分享知识安详。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，好角色分享知识安详。好社乡区，来把咱着向前，后伊声唱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把咱着向前，后伊声唱。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，我主发出命令，要调集伊的军队。我主发出命令，要调集伊的军队，好角色分享知识安详。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，好角色
声分享比西安社，好声响起，好声分享比西安社，主地调一属伊的百姓，好声分享比西安社，好声响起。声分享比西安社，主地调一属伊的百姓，好角声分享比西安社，好声响起。声唱，主耶稣咱是咱的大元帅，咱着向前，后伊声唱，主耶稣咱是咱的大元帅，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，我主发出命令。集伊的军队，好角声分享比西安社，主地调一属伊的百姓，好角声分享比西安社，好声响起，好声分享比西安社，主地调一属伊的百姓。好角声分享比西安社，好声响起。来吧，咱着向前，后伊声唱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来吧，咱着向前，后伊声唱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发出命令，要调集伊的军队。我主发出命令，要调集伊的军队。好角声分享比西安社，主地调一属伊的百姓。好角声分享比西安社，好声响起，好角声分享比西安社，主地调一属伊的百姓，好角声分享比西安社，好声响起，好角声分享比西安社。主地调一属伊的百姓，好角声分享比西安社，好声响起。咱着向前，后伊声唱，主耶稣咱是咱的大元帅。咱着向前，后伊声唱，主耶稣咱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好角声分享比西安社，主地调一属伊的百姓。好角声分享比西安社，好声响起，好声分享
好角色分享知识分享，好社乡居。来吧，咱着向前，包围城墙，主要所在是咱的大元帅。来吧，咱着向前，包围城墙，主要所在是咱的大元帅。我自发出兵征，要调集伊的军队。我自发出兵征，要调集伊的军队。好角色分享知识分享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。好角色分享知识分享，好社乡居。好角色分享知识分享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。好角色分享知识分享，好社乡居。好角色分享知识分享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。好角色分享知识分享，好社乡居。各位乡亲士大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阮夫妇认捌一位印度牧师，我拢叫伊叫做萨杜牧师。那么上帝予伊的这个呼召，就是爱伊去西藏，对这个喇嘛教导来传福音。所以伊就每年拢会对印度北边来出发，伊爬过这个喜马拉雅山，去到这个西藏。哇，这是毋是真简单的任务呢？伊嘛捌几若摆去拄到这个暴风雪，甚至嘛互掠去关伫这个监牢，差一点仔就无命。总是上帝拢彰显这个神迹，来保全萨杜牧师的活命。所以10年来这个辛苦传道，有真侪这喇嘛教的这个回修来信主。有一年，伊照常对印度的北边来出发，伊爬过这个喜马拉雅山，沿途有真侪这个小乡社，因若遇到人的时，就分派福音传导福音，然后就伫路边插一支十字架，宣告迄个乡社是属伫主耶稣的。那么遐人根本毋知影迄支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所以，因就问萨杜牧师，伊到底是咧拜啥物？上帝予萨杜牧师有智慧，伊就回答讲：我是咧拜耶稣喇嘛。结果遐人嘛学伊跪伫这个十字架面前，伫敬拜耶稣喇嘛。伊用即款的策略，伫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庄舍建立真侪这个祭坛。插就真侪支的这个十字架，这个规号圣经嘛有记载，一个人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拢是大声起祭坛。这个人就是信心的老爸阿伯勒罕。上帝叫伊都爱离开伊的故乡，来到外邦人的所在，并永远要将迄个土地赏赐予伊的子孙。迄个时阵，阿伯勒罕甲伊的某，甲伊的侄仔。罗德三个人是属于新的移民，面对住伫迄个所在真久的迦南人，阿伯勒罕无土地买卖这个契约，也无这个土地的所有权证，伊要如何来证明伊的产业呢？对圣经创世纪12章5到第9节，咱看到阿伯勒罕所采取的这个策略，就是起祭坛。伊知影祭坛会带出这个属灵的权柄，比看会到这个土地契约是更较有效果的。
后壁咱起这段时，呼求主，迄个时阵，伊是甲占领迦南地这个假神伫争夺所有权。后壁咱起这段的这个切割，互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对黑暗的这个关系转过转来，伫上帝国度内面。那么这段是啥物？这段就是一个属灵的问候，人将祭物献落因的生命，这个献祭的所在，物质界甲灵界交通的门就被拍开。这个问候就是祭坛。所以，当你有一个固定祈祷的所在，遐就是叫做你的祭坛。比如讲，你甲你的厝内人每一天暗时伫客厅做你读圣经、祈祷，那么客厅就叫做你的祭坛。每礼拜教会小组聚会的所在，上帝的敬拜、学乐、祈祷，恁所组织的所在，也就是一个祭坛。这段是咱甲主见面、甲主亲近、甲主流约的所在，是咱属灵生命得到供应的所在，是咱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所在，也是进入上帝宝座前唯一的这个道路。那么未信主的人，才着烧香献上这个祭物来进贡因所拜这个神明，建立这个邪灵的这个祭坛。平常时有初一甲15会拜拜，所以无论伫你的厝内，也是伫公司，拢是开门伫邀请这个黑暗势力进入来。献祭的所在就是真做邪灵的管区，邪灵就合法来控制迄个所在咯。总是有这种的情形，虽然无献祭，祭坛嘛会自动出现呢，就是有流血。有生命牺牲，这个祭坛就会自动被建立起来。比如讲，古早时代的战场，也是捌发生过命案的所在。比如讲，这个车祸的所在，有流过血事件的所在，灵界这个门户就会自动拍开，黑暗的祭坛就被建立起来，邪灵的溃烂就要侵入。所以，咱通了解。教唆基督是用死刑犯的身份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所以无人来献祭，总是上帝独生囝流血牺牲性命，十字架就自动成做一个祭坛，赢过所有这个邪灵的祭坛，从过去黑暗势力所抢夺的活命、健康、财富和平安，拢总合法，佮甲伊摕倒转来，所以祭坛顶有7个原则，这真要紧，互咱做来三甲来学习。头一个原则，祭坛是敬拜的所在，所以坛顶的火袂使花去。利未记6章13节上帝讲，伫坛顶要有常常烧倒的火，毋通花去。阮记伫即个爱合万国。祈祷的家，看到圣殿的壁顶有搭一句圣经节，讲伫坛顶要有常常烧倒的火，毋通花去，所以就安排24小时的敬拜，互人来签名轮流来带这个敬拜，互这段的火常常倒伫。第二个原则，这段是上帝甲人见面的所在。也是上帝甲人讲话的所在。这个出埃及记25章20节，上帝讲：我要伫遐甲你相会，搁要对约柜的施恩座顶2个基路伯中间甲你讲，我要吩咐你传予以色列人的一切代志。咱常常讲我听袂到上帝的声音呢，我嘛毋捌看过上帝的阳光呢。是不是因为咱离开这个祭坛真远？那么既然这段是上帝甲人见面的所在，也是上帝甲人讲话的所在，所以来到这段前，咱才有机会听到上帝讲话，嘛看到上帝阳光。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照伊的话，了到这段前，
因为上帝绝对袂甲咱来算这个叫做必修出这个游戏捉迷藏的游戏，袂，上帝袂安尼做。第三个原则，这段是上帝施恩的所在。以表的人书4章60节讲，所以咱只管坦然无惊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了要得到怜悯、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衬。最后所基督伫十字架顶成做牺牲的祭，已经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，佮对敌的手中夺回上帝为着咱备办这个福气。恩典的门已经打开了，咱唔免惊遐，也无得论的，咱只有刚强壮大，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，通得到怜悯，得到恩惠，做咱随时的这个帮衬。第四个原则，咱是祭坛，咱嘛是祭物，咱也是这个祭司。所以，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接做你的主甲救主的时，你就自动接做上帝国度的这个祭司咯。咱也是祭坛的活石。彼得前书2章5节讲：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也就亲像活石，被建造成做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欢喜的灵的这个祭。咱嘛是这个祭物呢。罗马人书12章1节保罗讲：所以兄弟啊，我用上帝慈悲劝你，将身躯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恁安尼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第五个原则，虽然这段是需要付出这个代价。撒母耳下卷24章24节讲，王对亚罗那讲：不然，我要按照价值向你来买，我唔肯用白白得到的物做烧祭献予耶和华我的上帝。这段的设立唔是白白得到的，要建立一个这段常常有火得到，所以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，包括时间的代价。所以起做这个这段的人，爱每一日固定一个时间来祈祷，专心来到上帝面前，这个就是付出这个时间的代价。第六个原则，是做这个祈祷的这段，通有效来阻止区域性的这个审判。撒母耳下卷24章25节讲，特别伫遐为着耶和华起一道坛，献烧祭甲平安祭，安尼耶和华随听国民所求的瘟疫，伫以色列人中间就停止了。第七个原则，这段是拍开天堂的所在。亚伯拉罕一路来起这段，伊的后代子孙以撒甲雅各也接续这个起这段的习惯。上帝甲以色列这个土地的约，拢得到坚固。雅各伫梦中看见天使伫一个楼梯顶上去佫落来，上帝对伊讲，伊要将伊称作大国。上帝要保护伊，所以当伊困醒了时，伊讲：耶和华真正伫遮呢，我竟然唔知影。这记载伫创世纪28章16节。那么，为什么雅各有一款特别的这个恩宠呢？恩宠为通得到上帝呢，遇到上帝呢？因为伊的阿公亚伯拉罕伫100多年前，捌伫这个所在来起这段。亚伯拉罕已经拍开迄个土地黑暗的势力，所以现在天门是拍开的，所以雅各就得到这个特别的福气。所以咱今日起这段，为通对应着咱的后代。美国就是一个真好的例，因为清教徒移民来美洲落地的时阵，因将土地奉献给上帝，到今仔日，美国依然享受着对上帝
遐来即个数学。1942年，当美国渐渐紧强盛的时，英国的报纸经济学家特别增加一个版面予美国。这份报纸是1843年英国最强的时所创办的。伫70年以后，就是2012年的正月份，这份报纸嘛，佮增加一个版面予中国。但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伊徛伫这个世界领导的地位，这个是世间人的福气呢。总是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，如果由中国来领导这个世界，检视世间人的福气嘛，我无拄会相信。一个无神论的国家，哪有可能会带这世间人的福气啊？后边咱的策略，除了起祭坛，呼求上帝，伊阁献上精神洁净这个土地，宣告迄个土地是属于耶和华的，这是非常重要这个策略。所以咱咧掠条这个原则，运用这个策略，去到任何的所在，爱伫遐来起祭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所以毋单单是搬新厝，爱做这个洁净祝福的祈祷。就是伫顶礼拜吼，当咱第一摆伫这个新所在做礼拜以前，我甲教牧师阮所做就是洁净祝福这个祈祷。咱去到一间新的公司上班，当恁的囡仔进入一间新的学校的时，大先就是爱来起祭坛，爱献祭，先做这个洁净的祈祷。当咱出外旅游、带旅社的时，嘛爱大先洁净。这个来起祭坛，咱才通入去带。但我甲牧师娘，我每一摆若要带旅馆以前，阮一定是先做这个洁净的祈祷，阮才入去带。是你讲我炸一罐油，去抹油来伫遐来祈祷。所以当咱到处来起祭坛的时，咱就会改变迄个所在的属灵的这个空气。所以每一个国人的这个祭坛，拢需要连接伫一个更较大型的这祭坛的顶面，所以集体的祭坛不但会提升属灵生命这个赞助，嘛会增加属灵的这个官兵。第一个的集体的祭坛就是家庭的祭坛，国家甲教会的建立，拢是对家庭开始的，所以可见家庭的祭坛是非常的要紧。集体这个官兵的溃烂是无共款的，所以我要鼓励咱大家，都爱伫你的厝内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，并且爱踊跃参加教会这个祈祷网，来提升教会这个属灵的官兵，互人的心会当转向伫这个归应上帝，互用天国的文化来代替这个世俗文化，来夺回这个土地的所有权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心内，咱的家庭有真侪非法占领的这个偶像，互咱无法度将咱的活命所有权拢总摕出来交予主耶稣。所以咱都要学习阿伯拉罕为着耶和华来起祭坛，用阿伯拉罕的策略起祭坛来突破黑暗的这个关系，将咱的生命甲家庭所有权摕倒转来交予上帝。那么我相信，毋单单是咱个人灵命爱提升，咱的家庭会得到复兴，咱也要看到咱的教会也得到大复兴。阿们。回应诗歌，以色列兴起。那今日这个主题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策略。今日咱互咱看到亚伯拉罕所采取这个策略，就是起祭坛。所以咱要用这首诗歌来做回应。歌词是安尼讲，以色列兴起，毋能够再度民咯。上帝真理要来讨帮你，对世间来出，就伫这个恩惠的喜年，哈利路亚，俄罗斯，阿门。
一世的兴起，唔通搁拄面，真理要来打帮你，对色安遐出，求水来到，伫这纷飞的年。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拉主，哦哈利路亚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罗主。恁见过水花，伫路中跑练，满满欢喜加酸甜。我要赐予恁黄金大地蛋，我要赐恁银白天。哦，哈利路亚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拉主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罗主。恁拢是属我，我已经救赎恁，将恁刻掉伫我心，调集我选民，带因来归回。带因归回的西安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拉主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罗主。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罗主。一世的兴起，唔通搁拄面，真理要来打帮你，对色安遐出，求水来到，伫这纷飞的年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拉主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罗主。恁见过水花，伫路中跑练，满满欢喜加酸甜。我要赐予恁黄金大地蛋，我要赐恁银白天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拉主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罗主。恁拢是属我，我已经救赎恁，将恁刻掉伫我心，调集我选民，带因来归回，带因归回的西安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拉主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罗主。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拉主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罗主。一世的兴起，唔通搁拄面，真理要来打帮你，对色安遐出，求水来到，伫这
我，我已经救赎恁，用恁刻条伫我心，调集我选民，带因来归回，带因归回伫西安。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罗主，阿门啊！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罗主，哦哈利路亚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以色列兴起，唔通搁拄面，真理要来阿帮你，对西安遐出，救水来到，地前顿回你。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罗主。恁见过水花，伫路中跑练，我欢喜嘅选你，我要赐予恁，金代地当，我要赐恁银代地。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罗主，恁拢是属我，我已经救赎恁，用恁刻条伫我心，调集我选民，带因来归回，带因归回伫西安。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罗主，阿门啊！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哦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罗主。咱做伙相甲来祈祷，亲爱宝贝上帝，我很感谢你。今日我对圣经创世纪12章50到8节，以及罗马人书12章第1节，我做来思想阿伯拉罕的策略这个题目，对今日事实中间，互我知影，我要掠条这时顶的7个原则。运用这个阿伯拉罕的策略，去到任何所在，伫遐来起祭坛，来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因为当阮到处起祭坛时，阮就要改变迄个所在属灵这个空气。每一个国人的祭坛也需要连接一个更较大的祭坛的顶面。所以集体的祭坛不但会提升属灵生命的赞助，嘛会增加属灵这个官兵。头一个集体的祭坛就是家庭的祭坛，教会甲国家的建立嘛是对家庭开始的，可见家庭这个祭坛是非常要紧的。集体的官兵的困难是无同款的。所以我要鼓励咱大家一定要伫你的厝内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，
并且爱踊跃参加教会祈祷网，来提升教会属灵的观点，互人的心会当回转上帝，用天国的文化来代替世俗的文化，来夺回这个土地所有权。亲爱的弟兄姐，咱的心内，咱的家庭有真侪拢是互非法占领的偶像，咱无法度将生命的所有权交互主，所以咱就要学习阿伯拉罕为着耶和华来起这段，用阿伯拉罕的策略来起这段，来突破遐个坏的势力，将咱的活命甲家庭的所有权摕倒转来，通交予咱的上帝。我相信，唔单单是个人灵命要得到提升，咱的家庭嘛要得到复兴，咱嘛要看到咱的教会通得到大复兴。感谢天父上帝赐了这个宝贵的话语，叫做咱脚前的顶路真的光，通互咱的教会通来学习，也俾咱的策略，咱同心的祈祷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他这点阿赖桑牧师要甲恁祝祷，愿天父上帝主要甲怜悯，主要所基督恩典，圣神背书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的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做位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。阿免。一个乡亲时代，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今日是第一礼拜甲网络礼拜，到这就要过一段路，望后回共一个时间，咱要伫教会也是伫空中来相见面，愿上帝赐福保护恁合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记着万变是做好事，家己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家因遵守主的命。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，恁着记着万百姓做好事。家己行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家因遵守主的命，用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命我予伊的名光照你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背后地欢喜的名。Thank you.